这么大挡雨梁有裂隙，其实就是显示后面这个山体已经往下去滑动。不要这么的极致的去控制自然，学习跟洪水共存。上天已经在改变了，再加上极端气候，我们还要再相信人定胜天吗？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大家平安快乐。这几冬来，极端气候冲击全世界，台湾的防灾应变马上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2023年的8月，卡努风台为台湾的北部吹过，引进着旺盛的西南气流。南投县的仁爱乡，在2天内导入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这共比是台湾一年平均雨量的一半咯。地灾性的强降雨，在仁爱乡真侪所在引发着土石流，罗山温泉区嘛有饭店地基挖空。其实类似的场景，这几冬来一直重复地发生。水土保持的专家陪同华视新闻团队前进灾区，因讲山坡地利用超过限度，水土保持阁做无好势，是互极端气候的冲击更加快速。勘查现场更加发现讲，罗山温泉区面顶的某安山出动带出现着明显甩尾的现象，都亲像是无定时的炸弹，威胁居民的安全。极端气候下天灾启示录，咱做伙来看。地灾性大雨造成大量的土石啊撤落去。你努力。很巴达土石流。一幕一幕惊险的场景发生在2023年8月24日，卡努风台外围环流引进大雨。8月24日，南投仁爱乡一天累积雨量有749米，罗山气象站则是测到667米，双双创下历史的新高点。8年拄了一摆极端的强降雨登上中台湾。灾后第一时间，华视采访团队进入灾情上佳来的南投仁爱乡，因为土石啊冻掉咧路途艰难。从风灾之后，这里的路况就相当的不好，所有的车子都是这样子走走停停的。像我们的采访车也是卡在车阵当中，超过了半个小时之久。像我们现在呢来到车队的最前方，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堵塞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在风灾之后，有大量的土石从一旁的边坡倾泻而下，覆盖了整个路面。天灾发生后，大地哩哩啦啦。卡努台风引进西南气流重创中台湾，位于台14线埔丰公路的南丰路段，这处加油站就被土石流给淹没，几乎要整个灭顶。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还是不断有怪手正在进行清除作业，而且这个清除作业也已经进行了好几天了。但是现场的土石还是堆积了有将近2层楼这么高。其实这处加油站从建站以来就至少被土石流淹没了4次以上，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我们就实际带您来看。因为这个加油站的后方呢，就有一条这个溪流。尽管这个溪流的水流看起来并不大，但是它其实是一条土石流前势溪流，也因此在这条溪流周遭的所有建筑物，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与天灾的风险共存。为空中来看，规座加油站和土石啊砍去，就敢若剩厝顶甲招牌踩伫原地。眼前这个互人着惊的场景，并不是头一摆发生。这也是埔丰公路上唯一的一座加油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它整个土石淹没，而站长所乘坐的这个黄色的金龟车，由于当时实在太危急了，竟然来不及开走。大批土石从山上冲刷下来，我们看到仁爱乡的加油站几乎淹没在土石堆当中。
是安怎这座加油站总是沦为土石流的重灾区？山林环境甲当地开发到底是出什么问题？这个上边坡呢，其实应该已经有不少的崩塌跟残余的土屑在上面。那配合这次的大雨，也是一样，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出这么大量体的一个土石。大家可以看到，桥的下方的断面是没办法让这些土石去经过的。道路的效应或是桥梁的效应，先说了，它土石流到这边就会减缓，当它淤积之后减缓就慢慢淤，就淤在这个地方了。依照地质法的规定，在地质的敏感区申请土地开发进前，应该进行地质的调查加地质安全的评估。不过记者实际去查询农村水保署的网站，发现讲发挥严重的缺陷。由农业部所发布的土石流暂时溪流，敢若用伫推动防灾工作，并无列入地质的敏感区。换一句话来讲，就算民众明知有危险，坚持要开发，政府嘛无法可管。它跟山崩可能互为因果，但是并没有列入地质敏感区。也就是说，你不用做任何评估，应该是要比照山崩地滑，把它列入地质敏感区，你要做一定的安全评估。这才不会发生说一个加油站竟然发生7次土石流，但是他所做的一些措施呢，好像效果都不是那么好。过去认定胜天的开发思维，对脆弱的大自然步步进兵，天灾过后，山林之间更加面临着新的危机。在这个台14 66K 的这个指标的旁边呢，这边新产生了一条天然的坑沟，只要有潜在的崩塌面，那这个新产生的土石显示溪流呢，它就有可能在下一次的致灾性降雨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扩大。以前没有发生，不代表这一次不会发生。我是采访小组对专业的水保技术继续行，去海拔更较悬的清境甲罗山地区。沿路地基拢考了了，大细位的崩山有够深。经过大雨一个过境，山谷的道路不堪一击。我们看过去可以由这个图来看，很明显的就是，一般呢我们在台湾的很多山区就很典型的就是你房子盖在这个悬崖边。那房子盖在悬崖边呢，依现在建筑法规其实是不允许的。第二个，你从视觉上你也会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你这个比较黄色的这个区域可能是原来的土，那你这个比较这个深颜色的这是填的土，那你靠这个挡土墙去维持稳定。好，那有时候又有无尾沟，那这个水呢就直接这样冲，那这边就可能掏刷，那你这个房子呢就可能会比较危险。我被称之为台湾小水区，海拔1500公尺的清境农场，当年吸引超过100万人次去游览，几百间餐厅甲民宿，沿着真低的山坡地的开发，土地几年来超限利用，造成国土危机。上面你看那个低矮楼房上方又很多农耕，那些农耕基本上你可能水土保持的服务，它的坡度的承载能力应该都没有进行管理。那水没有控制好，就是表面冲蚀；你力学没控制好，就可能会是比较中浅层的一个崩塌，那就会造成说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就是会产生边坡一个滑动。清境农场的开发上早就要为1960年代讲起。体育会在当地开农场，安置来自泰北的侨胞，辅导因种水蜜桃等温带作物。1992年，配合侨胞的100公顷的土地开放自由买卖，开创清境的移民潮。2001年，更加进一步开放申请民宿，带动清境地区大规模的开发。当纪录片看去台湾，显示当地难困的危机。2012年，南投县政府宣布清境暂停开发，想不到6年后，未堪的当地产业的压力，宣布有条件解禁。看过真水的民宿，才伫地园甲菜园之间，观光旅游甲高山的农业改变原始的地貌，早就超过土地承受能力。全部都烂掉了啊！太阳出来，雨下那么大，全部都烂掉，拔掉重新种啊！
前景农民江东升嘛是即摆风台受灾户之一，以前的节瓜拢互大水浸甲烂去，损失几啊十万。这几年来啊，气候不太好，所以就改种菜啊。啊，种菜也是有风险。当然有风险啦，水果也有风险啦，台风来就吹掉啦，没有办法啊，就跟老天爷搏嘛，是不是？也是要种啊。政府为了维持高山农业的运作，产业道路放弃了，总是修理了再修理，这几年来全民付出的环境成本难以估计。我常在问嘛，他们种的这些东西赚了多少钱？我们投进去的社会成本远超过他们能赚的钱，我们要把投到那边的工程经费拿1/10发给他们，请他们搬出来，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个是变成说，这叫非工程手段、管理手段，但是这一块，台湾的政府是不熟悉的。山的另外一边，以观光出名的罗山温泉区同款陷入危机。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台10市甲线的90K 附近，也就是在这个庐山北岸的母安山滑动体的范围内。这个板岩的滑动区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这个整个板岩往下移的一个过程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相就是挡土墙，这个重力式挡土墙没有钢筋的挡土墙，整个已经外推了，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征兆。这个区域的山体已经在滑动了。它是因为滑动，所以是往下边坡去滑，所以路面呢就会整个去下陷。下陷带出这些裂缝，所以我们在开车经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从另外一侧到这边，它会开过来的时候，它立刻就会下陷了。然后下陷之后呢，这整个区域呢已经不稳定了。山壁所谓道路放弃，本来有树仔的山坪，更加出现大规模的崩山。种种的迹象显示，地质的状况并不稳定。根据以前的调查资料，这个就是庐山地区北岸的滑动区哦。从这个滑动的调查图可以看到，远远的山顶，它就是所谓的母安山。那沿着这母安山往下之后，这个区域范围都是所谓的滑动体。那它滑动体呢，主要是板岩，板岩的一个滑动体。然后因为有霹雳的关系，然后长期破碎、降雨路渗之后，造成很深的一个滑动。这个崩滑面将近有30公顷到50公顷，这个区域这么大的一个崩滑哦，其实你就要小心哦，避免第二个小林村发生。2012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捌提出警告，表示庐山北边这个母安山，若是雨超过800米年，就可能引起严重的沙位。2012年，南投县政府通过将庐山温泉区列为保护区，禁止开发营业。不行，不能过，绝对不能过。卡劳洪灾过后，消防署搜救队员以吊挂方式救出掉入内底游客，显示少数的民俗业者共款违规的营业。中客的溪水冲入主打水岸第一排温泉饭店，伫当地经营餐厅的民俗超过50年的简胜远，无奈讲出业者的心声。好到这人山人海，要过吊桥爱排队，即摆无生意啊啦。古早这拢店啊啦，内底是拢大饭店，这条溪就透到下尾下平，就拢总是迄款的饭店啊。这是当时我咧做的啊。顶届的水灾，15年前迄届，叫做新乐库，来伊就无做啊。2008年，新乐区风台荡上庐山，起立饭店倒伫在这个大水中，较早被称之为天下第一泉的庐山温泉，从此繁华百金。民国100年，我在工程会当主委的时候，庐山已经就是今天温泉的对面，已经严重的走山了。那时候我们认为，假如这些人不搬走，来了一个不要像莫拉克，就是比莫拉克还小的台风，庐山就有可能变成第2个小林村。袂啦，地球上倒位安全，倒位就危险，倒位就安全。机拢拍伫遮，你搁大几年对无？
80几岁要住到100岁嘛，唔免走啦。我就跟南投县政府跟当地的业者协调说，你们搬走。我记得我还在埔里帮他们找了一个叫做福星农场，那个农场还有温泉的，就我们估了把这些人搬走24亿，我记得还24亿。但是很遗憾的是，我的建议他们并没有采纳，所以钱也没有花下去，他们也没有搬走。然后呢，我请问你，那庐山最后一定会花很多的钱去修了，这是毋庸置疑。可是问题是，那我们就是每几年就要干一件这样的事情，请问你对庐山的业者有帮助吗？并没有。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温泉业者继续营业，不过记者实际上网络查询，发现2023年8月，义乌路袂少饭店开放订房间，唔知民众欢欢喜喜出去游览，身陷危机。历史惨痛的教训不断重演，面对极端气候愈来愈严重，天灾甲咱教乖的是日日恐惊无力胜天。你已经明知道它有可能是小林村的翻版，那它的上游已经在崩了。那它就直冲这个区域，那你这个区域是一定要去迁村的，所以其实所有的商业活动跟所有农耕活动，其实应该要逐步的停止，新的不能再进来，而且政府应该很严肃的对外去公告了，协助他们，这个是政府一定要做的，这是政府的义务。可是专业的来做，专业的来面对这件事情。该迁村的迁村，可以重建的重建。你觉得这个场景电视荧幕上没看过吗？那既然完全一样，你干嘛就是一直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呢？在地人无想要搬，塔罗湾溪水共款伫流，眼前惨赔景象，若当年发生，恐惊将会愈来愈惨烈。天灾启示录。百姓面对的正是考验生存选择的难题。